乡亲啊，明仔载开始买翠暗会当加买1片，大人7天买3片，儿童7天买5片。政府开将近2亿，建立60条的翠暗生产线，有3台的新机器已经进驻中华工厂，一天会当加做30万片的翠暗。翠暗工厂增加新的机器，比旧的机器只产能增加50%，一天会当生产10万片，3台新机器会当生产30万片。咱原来有4台吼，会当生产25万，所以安尼总共加起来吼，大概会当每一天会当增加到55万的口罩。新机器就算嘛需要员工操作。这工厂扩大征才30多个人，也请民众来应征。要一直加班，一直加班，这样休假会不会担心？不会呢，有工作就好。对 OK。为了改善长时间挂翠暗，耳也无爽快，业者有开发这翠暗的固定片，把伊甲翠暗的球带结合起来，放伫红棍的后面。若是耳减轻压力，也可以当提升翠暗的防护力。口罩的密合度就提升了，那等于说口罩的防护效率可以提升3成。未来翠暗工厂计搁再增加3台新机器，把每工的产能有到80万片。全台伫3月份有机会达成每工生产1000万片翠暗的目标，全力对抗武汉肺炎。